学，然后得到很多出国的机会，就是去了日本，去了加拿大，又去了上海，又去了法国，下个礼拜要去香港，很多，可是都没有赚钱，好烦哦。去了，只是赚到出国的机会，但是出国看一看，然后想说，又得到一个新的出国机会，就明年的1月要去法国的坎城唱片展，又要去法国了，很浪漫哦。我去那边吃那个山猪肉啊，要吃切片的，配法国面包。好，但我想说，要去，是不是也要再想一次，就是要不要给部落的年轻人机会这样？然后，于是顺便又办海险。啊，今天那个要带去法国的其中一位弟弟，他今天有来。对，我要帮他准备麦克风，要比较好听的哦，就是帮我调成那个机器人战警的声音。然后也介绍给大家听一下，他声音很酷，因为他爸爸是我们部落算是很会唱歌的，一位大人这样，就是怎么讲哥哥嘛，他爸爸算我哥哥吗？算吧，他大我好几岁这样。然后我记得他爸爸把他教好，他很会唱，他也对自己的就是学习文化这件事情，他很热衷、很热心，啊，也很热心为他自己同辈的，就是我们部落的年轻人去服务这样子。我们一起欢迎我的弟弟那个鼠臂，鼠臂在吗？你的麦克风在吗？没有麦克风，还没有装好，那就聊天一下好了。鼠臂他是今年要准备成年的阶级。我们阿美族有年龄阶层制度，就5年为一阶，就是一个班级的。简单讲是15岁到20岁一班，21岁到25岁一班，然后26岁到30岁一班。然后他们这一班准备要成年了。他是他们那一班的干部、副班长，对，很优秀哦。还没有选错人吧？希望好好唱啊！